樂同遊。小明問阿媽買乜嘢俾親戚好友。小明上廣州搭高鐵樂悠悠，飛前越秀山，家陣廣州乜都有。廣州話的確最妙，盞鬼堅得意，煲個東巴猛東照，你我哈哈笑。珠江旭光接亞運，食在廣州正，三面西關說故事，嘆下真寫意樂。一蚊一隻龜，一蚊一隻雞，你話龜貴定雞貴？其實乜嘢都冇問題，做人最緊要心足，千祈唔好咁虛偽。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我幫你幫我，甚驚冇計。兄弟手足要和睦，輪流做互包肉，一齊嚟開心唱隻歌仔，呢個世界無閉翳。小明上廣州探親友，樂同遊。小明問阿媽買乜嘢俾親戚好友。小明上廣州搭高鐵樂悠悠，飛前越秀山，家陣廣州乜都有。廣州話的確最妙，盞鬼堅得意，煲個東巴猛東照，你我哈哈笑。珠江旭光接亞運，食在廣州正，三面西關說故事，嘆下真寫意樂。去實質咁緊急掣，做人做事點可以亂嚟？以前就話行上廣州，而家上落快到位，整足車住升着落，將來高鐵快啲仲巴閉。省港澳其實都係一家人，樹同根，水同源。OK， 南太根堡雾米粥是顺德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历经100年传承，用老鸡药材蒸熬高汤，再用高汤和香米蒸熬成粥，形成了有米不见米，只取米精华。请品尝一口我们原味绵香顺滑的雾米粥啊！小心烫。好，謝謝。品嘗一下原味的。好，謝謝你。因為呢個熟嘅咧，600度。已經跳緊啦。一滴的話，可能就起泡了。廣州探親友，樂同遊。小明問阿媽買乜嘢俾親戚好友。小明上廣州搭高鐵樂悠悠，飛前越秀山，家陣廣州乜都有。廣州話的確最妙，盞鬼堅得意，煲個東巴猛東照，